直至2025年，LEGO 生產嘅積木多到可以圍住地球超過20圈。但係除咗賣呢啲細細粒嘅塑膠之外，佢哋仲經營主題樂園同埋一個製作電影同電子遊戲嘅龐大娛樂帝國。好明顯，LEGO 唔單止係賣玩具咁簡單，但係呢一切係咪真係只係小朋友玩具？到底一間賣積木嘅公司係點樣稱霸全球嘅呢？1930年代初，丹麥木匠 Ole Kirk Christensen 因為大蕭條窮到要解僱佢最後一個員工，佢開始整木製玩具，仲將公司命名為 LEGO， 即係丹麥話 Let God 嘅縮寫，意思係玩得開心。受一間英國公司嘅積木啟發，佢決定研發早期版本嘅塑膠積木。到咗1954年，佢個仔 Gottfried 成為咗副總經理。有一次去英國出差， Gottfried 同一間大型百貨公司嘅老闆傾偈，產生咗玩具系統 System of Play 呢個概念。呢件事啟發咗佢去建立一個可以激發細路想像力同埋創造力嘅玩具系統，即係話所有 LEGO 嘅配件都要可以拼埋一齊，並且有無窮無盡嘅玩法。而呢個系統就係 LEGO 成功嘅核心關鍵。不過最初嘅積木設計好容易散，所以喺1958年，現代版本嘅積木設計正式面世。透過喺積木底部加入管狀結構，大大咁樣提升咗積木嘅爪合力。呢個設計奠定咗 LEGO 積木嘅標準。事實上，今日生產嘅積木依然可以同40年前嘅積木完美接合。到咗1968年，LEGO 賣出咗超過1800萬套積木。同年，首個 LEGOland 樂園開幕，第一年就吸引咗62萬個遊客。隨住熱潮爆發，1970年代仲推出咗經典嘅 LEGO 人仔，加入咗角色同埋故事元素，令到 LEGO 徹底稱霸玩具界。但係呢段黃金時期並冇維持落去。90年代尾，LEGO 嘅核心專利過期，市面上開始出現大量平價嘅山寨積木，同時電子遊戲興起，搶走咗啲細路仔嘅注意力。LEGO 喺慌亂之中失去咗自我，盲目咁樣擴張，做衫、做雜誌、電視節目，仲不斷開主題樂園。但係呢啲擴張反而令到佢哋失去咗對積木嘅專注性。到咗2003年，公司每日都會蝕成數十萬美金，行到去破產嘅邊緣。為咗生存落去，LEGO 經歷咗一場商業史上最傳奇嘅翻身戰。2004年，新任 CEO 上台。佢將重心重新擺返去核心產品積木上面，仲賣走晒所有同核心業務無關嘅資產。但係真正救返 LEGO， 仲成為咗現代賺錢模式基礎嘅係 IP 合作。雖然1999年試過同 Star Wars 合作，但係今次佢哋係全面擁抱 IP 授權，透過同 Harry Potter、Marvel 同 Batman 呢啲知名嘅 IP 合作。LEGO 成功將荷里活幾十億票房嘅大片變成咗自己最強嘅營銷工具。佢哋賣嘅唔再係一盒積木，而係可以帶返屋企嘅流行文化。呢個轉向令到一間差啲倒閉嘅玩具廠變成咗今日高利潤嘅娛樂巨頭。但係 LEGO 最聰明嘅一招唔係佢改咗賣乜，而係賣俾邊個。佢哋發現咗一班比細路仔更加有錢嘅客人，一班成年嘅 fans。LEGO 唔再只係做細路仔玩具。佢哋開始設計一啲大型、複雜、專門俾大人玩嘅套裝。透過建築系列或者花藝系列，佢哋將積木做成咗家居裝飾。當一個大人肯花800美金去買一個巨大嘅 Titanic 模型嘅時候，佢買嘅唔再係一件玩具，而係一種生活體驗。咁樣令到 LEGO 可以提高售價，亦都證明咗最大嘅利潤唔係嚟自細路仔嘅玩具商，而係嚟自大人嘅展示架。此外，LEGO 唔會只係閂埋門自己設計，佢哋會俾粉絲帶頭去設計。透過 LEGO Ideas 嘅平台，任何人都可以提交自己嘅原創設計。只要設計攞到1萬個支持者，官方嘅設計師就會進行評估，睇下可唔可以將佢變成真正嘅商品。呢種策略帶嚟咗好多熱賣嘅產品，就好似 NASA 火箭同埋 Friends 嘅場景咁。透過聽取粉絲嘅意見，LEGO 攞到無數嘅新靈感。而設計者仲可以分到1% 嘅利潤。呢個生態系統形成咗一道強大嘅護城河，令到其他玩具品牌幾乎無可競爭。此外，LEGO 喺電影同埋主題樂園嘅擴張，將公司由一間玩具製造商成功轉型做全球娛樂巨頭。透過推出 The LEGO Movie 同埋 The LEGO Star Wars 遊戲系列，佢哋將自己嘅產品變成咗故事入邊嘅主角。呢啲企劃成為咗佢哋收入嘅加速器。睇過電影或者玩過遊戲嘅細路會更加想買返一套實體積木返屋企去重現嗰啲經典場景。
同時，遍佈全球嘅 Legoland 主題樂園提供咗一個實體嘅品牌殿堂，俾一家大細可以完全沉醉喺 Lego 嘅宇宙入邊。呢個策略形成咗一個強大嘅循環，媒體帶動玩具銷量，而玩具又進一步加強咗品牌喺日常生活中嘅存在感。透過電影同埋經營樂園，令到 LEGO 穩坐市場龍頭地位。喺2025年，佢哋嘅年收入超過咗大概110億美金。但係儘管品牌影響力咁大，公司到今日依然好依賴一個核心產品，就係嗰粒實體嘅塑膠積木。投資電影同埋電子遊戲唔單止係營銷活動，更加係想喺實體業務之外建立額外嘅價值鏈。為咗將娛樂事業化，LEGO 建立咗一套完整嘅媒體價值鏈，由荷里活電影嘅製作到遊戲發行，再到樂園營運。呢個生態系統帶嚟咗巨大嘅協同效應。粉絲可以喺電視睇 LEGO Star Wars 嘅特輯，喺遊戲機玩相關嘅遊戲，最後再去 Legoland買限定版產品。但係我哋要睇清楚一點，無論電影幾咁好睇，樂園幾咁好玩，LEGO 到今日最核心嘅主力始終都係嗰一盒實體積木。佢哋成功將品牌投資轉化成超高利潤，但係歸根究底，所有電影、樂園同埋遊戲最後服務緊嘅都係同一個終極目標，就係要確保呢一粒塑膠積木永遠都係喺全球客廳入邊最不可或缺嘅創意燃料。多謝收睇。